求你使用我，哦，主差遣我，是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将那受压制的自由。大声说，大步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免惊，怎会惊？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免惊，怎会惊？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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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哦我哦我哦哦，我哦我哦哦，我哦我哦我哦哦，我哦我哦我哦哦。我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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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大声说，大步走，带着。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永恒唯一的盼望》。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让我们再唱一次，有一位真神，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永恒唯一的
的盼望。哈利路亚！我赞美你是万有主宰，我承认受造全因你恩典，你的爱点燃心柔情，你话语开始新命定，你道路我要用全心全力与你同行，有你居住在我心，我要不停向前行，我也能跟上你，与你在国度里飞行，有你居住在我心，我要永远向前行，我也能跟上你，信心充满与你同行，永远不放弃。我敬拜你是荣耀救主，我心灵求生全因你救赎，爱慕你遵行你旨意，高举你宣扬你公义，跟随你我必要尽心尽力与你同行，有你居住在我心，我要不停向前行，我愿能跟上你，与你在国度里飞行，有你居住在我心，我要永远向前行，我愿能跟上你，信心充满与你同行，有你居住在我心，我要不停向前行，我愿能跟上你，与你在国度里飞行，有你居住在我心，我要勇敢向前行，我愿能跟上你，信心充满与你同行，永远不放弃。主，我们的盼望都来自于你，唯有坚定向你，才是我们一生所求。接下来唱这首诗歌，求主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我心坚定于你。耶稣基督，圣洁美丽，无人能及，赐我气息，毫无保留，为我生命。你的爱是我灵魂苏醒，患难中我能刚强站立，你的爱是我重新的力，黑暗中是我生命再次绚丽，我心坚定于你，眼目专注于你，风浪之中有你同行，不畏惧。我心坚定于你，我灵降服于你，在你怀中平静安稳，我必得
邀请大家跟我一起唱。耶稣基督，圣洁美丽，无人能及。赐我气息，毫无保留，为我生命。你的爱是我灵魂苏醒，患难中我能刚强站立。你的爱是我重新得力，黑暗中是我生命再次胜利。我心坚定于你，眼目专注于你，风浪之中有你同行，不畏惧。我心坚定于你，我灵降服于你，在你怀中平静安稳，我必得安息。我心坚定于你，眼目专注于你，风浪之中有你同行，不畏惧。我心坚定于你，我灵降服于你，在你怀中平静安稳，我必得安息。在你怀中平静安稳，我必得安息。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来祷告。主，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深知我们的软弱，却从未放弃过。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的挑战，负面和诱惑也都充满着我们的生活当中。主啊，孩子求你时时与我们同在，使我们人生的道路上不致偏离你，能更与你靠近。我们即将开始今天的聚会，求主保守以下的时间，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请我们依然站立，我们用使读信经来告白我们信仰。请使徒信经。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任内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让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我们现在进行奉献，我们请当值的同工。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主耶稣，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我们要存敬畏你的心来向你敬拜。你是天地的主，万有的神。你的作为奇妙伟大。亲爱天父上帝，或许现在我们有些事情不在我们的期待中，甚至不在我们的祷告中。但是今天我们要回转，定睛向你。我们的盼望在于你，愿你的话紧紧地抓住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在任何的情况都能不住地祷告，凡事感谢。最后，我们要用主你所教导主祷文这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别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报告，我们请翻开周报。我们持续为教会需要代祷的弟兄姐妹祷告，有肢体在调养跟复健的，以及明年的事工以及圣诞节准备。我们看教会消息，第一点，下礼拜主日为台湾神学院的纪念主日。那我们继续为神学教育需要的事情代祷。第二点，11月19号礼拜六，我们上午10点要召开长执会。那下午就12点召开明年的事工研讨会以及预算会议。那我们请圣歌队以及乐团，还有各团契的新就任会长辅导参加。那我们中午备有便当。第三点，11月20号礼拜天的主日为感恩主日。那礼拜中我们进行大手牵小手，一起献心献银，回应上帝1年来的庇佑以及引导。请在祷告中数算恩典，我们再次用行动立定我们的心志。第4点，11月20号感恩主日，我们举行1家1菜。那我们邀请弟兄姐妹准备拿手好菜。那如果有欢喜的心要预备菜肴的，请到1楼登记，那我们避免菜色重复。第5点，2023年的主日爱餐认献。那请各位弟兄姐妹响应。那我们一次认献就是3000元。那每周开放2个单位，那请到1楼直接交给干事。第6点，我们的今年的9月的财务报表已经公布，那请自行参阅。那肢体消息跟团契消息以及奉献明细，如果有错的，我们自己看，然后有错到1楼登记更正这样子。好，那我们看一下圣经。今天的圣经记载在启示录第14章。12节到13节，那我来读，大家来看。第12节，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圣经读到这里。正道，我们今天请义节牧师正道。今天的题目是基督徒的盼望。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首先我们很欢喜、很开心哈。我们的新婚夫妇哈回娘家，钟汉跟以佳，我们掌声欢迎一下。看到他们昨天表现得蛮好的哈，所以明天礼拜一哈送1张30天的机票，让你们到美国去玩30天。恭喜他们哈，哇，真好真好哈！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令你的灵带来医治，带来安慰，带来盼望，也愿你的话语亲自引领我们未来的道路，充满属天的盼望在我们每一天。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
今年是马偕博士在北台湾宣教150周年。我想，若不是上帝的呼召跟许多人衷心的回应，怎么会在这150年来，一批又一批的宣教士，不管是从美洲、从欧洲来到台湾，将福音、主耶稣救赎的恩典这样的好消息，在这150年来，传给我们信仰的前辈，以及我们，甚至我们相信我们的下一代，一样会接受这样的福音。牧师常常会在想，这些宣教士他们为什么可以这么有信心、有盼望？在他们还很年轻，都是20几岁的时候，他们不怕艰难，他们怎么都没有为了到自己的未来来打算呢？难道他们认识的上帝跟我们认识的上帝不一样？还是他们在信仰里面，他们看到了什么，是我们所没有看到的东西？牧师之所以会这样想，是因为目前的教会受世俗化价值观的影响越来越严重。牧师观察现在的基督徒，怕很多的东西，怕得不到地位，怕没有钱赚，怕名声不够响亮，甚至怕他生病。但是就是不怕上帝。这个也是牧师在33岁，也是20年前，从外面一般的民间的宗教信仰，然后进到教会里面，渐渐发现，在教会里面有少部分这种觉得很离谱的一个信仰的问题存在。怎么对自己觉得你要拜了神明，你没有存敬畏的心？我想我们在一般外面在拜拜，您都可以看到，像牧师其实也是啊。我以前我们不管去巡天宫，在的子行子仪，他们小时候，我们到了去那边都要跪下。很敬虔，不管你们说那个假的，其实每个人都很真心，对他们神明是很有敬畏之心的。也常常看到一些教会人向外面你们都拜偶像，假的东西还这么虔诚，而且有时候还走火入魔了，被你的神明控制啊。但好笑的是，外面的人假神，但是他们真在拜。那某一些基督徒让我们感觉到，我们是真的神，但是怎样？我们是假拜啊。读圣经也是这样子，挑自己爱读的经文来读，这是让人非常想不透的一件事情。信仰150年来，不晓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变成这样子。神是爱，神爱世人。我想大家都有。我还没信主的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坐月，在外面跑的时候，都会看到这个。有的教会外面还有跑马灯，就是神爱世人，神爱世人。虽然我不懂得什么叫神爱世人，但我有听过。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喜欢圣经里面所谓的祝福，甚至他的应许，祝福好几代，甚至希望教会里面有神迹奇事。但是我们却不喜欢圣经里面的管教、提醒，甚至有许许多多的警告，你不能怎么样？难道说圣经里面的审判，尤其我们今天在读启示录，审判这件事情就是假的吗？启示录的作者使徒约翰写这启示录的背景是这样子的：从罗马皇帝凯撒大帝开始，他们就吩咐他们的领地，每个地方就要盖庙，然后弄个偶像，就是他来膜拜他，把他当作上帝。一直到约翰使徒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做多米田的皇帝，他更变本加厉，也就是说，他要基督徒，你要把他当作上帝来拜，你不拜，我就活活的把你折腾到死。这个是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在那个时间，对于忠心跟随主的基督徒他们来讲，盼望到底在哪里？这也是21世纪的基督徒，我们自己要问了：我们的盼望到底在哪里？你的盼望到底在哪里？我们的盼望跟世界
的盼望一定是不一样的。这世界追求的盼望，绝对也不是我们的盼望。那时候他们在遭遇很长的一段日子，圣经说，那段日子持续了3年半，42个月，1260天。请问一下，这3个数字有没有不一样？数学最好的是谁？啊，数学老师。哎，你说你是数学家教老师，又好，有没有不一样？都一样的，不管是3年半、42个月、1260天，这些都不是摩斯密码，是在描写这个灾难、这个艰苦的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啊！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应该很少人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被监禁，或者是遭受迫害，甚至遇到战争。我想可能我们香港来的这个黎弟兄，可能他可以感受到哈，你可以感受到那个在那边的迫害。我觉得可能他多少一个，或者是你是因为政治犯思想被关监狱一段长的时间，或者我们对苦难。不晓得苦难其实可以影响这么大。大家都知道牧师是金门人，我听我爸爸分享，他们现在住在金门的人，非常的期待安居乐业、和平的日子，因为他们经历过战争的恐怖，那种是度日如年啊。也就是说，你除了灰弹什么时候会过来不知道，这个恐怖灰弹恐怖，你知道你跑。可是你不知道说这场战争到底什么时候会结束，然后对那个岛的戒严什么时候会结束，那种的不自由、不确定，造成他们的身心灵多重的压力啊。那个久了真的是会发疯啊。小孩子没有感觉，我在小时候，我小学1、2年级的时候，我有抖防空洞。说个实在话，我现在还觉得蛮好玩的，你就跟着去跑。很好玩，小孩子其实没有感觉。2019年年底，这个疫情开始到如今，请问有哪个弟兄姐妹可以跟我讲什么时候会结束？这个疫情的过程的当中，有多少家庭、多少人因为压力、害怕、免疫力失调而死了？也有一些感染到而死的。很多的家庭，我们现在一天大概平均大概50个人死亡，也就是说有50个家庭家破人亡。因为没在我们身上，我们不知道。牧师比较有在陪伴，我下礼拜2有一场告别式。老师说，每次牧师去接到电话，到医院去陪伴，真的都非常难过。每个人能够承受的苦难不一样，有的孩子真的是趴在地上哭。送到殡仪馆之后，要送冰库之后，舍不得妈妈离开，真的抱着尸体就在那边亲，在那边那个。他那种承受的苦难，其实你没有经历过的人，你没办法去体会到那个多严重。3级警戒的时候，台北市第一次几乎街道都没有人，我们只能线上上班上学。对于年轻人可能还蛮开心的，可以在家里面。可是对于长辈，那时候教会就非常的担心，很多长辈都非常的害怕，非常的害怕。他们本来长辈有他们的正常作息，早睡早起，可是现在全部打乱了，也没有在运动，身心灵遭遇很大的压力的时候，生病毛病就出现了。这也是为什么那一阵子教会特别针对长辈以及心灵忧伤的弟兄姐妹，我们加倍的关心，加倍的探访，鼓励他们要慢慢走出来，鼓励他们要来教会做礼拜。建成教会大概已经有95%，几乎可以来做礼拜都会来了。我知道很多的教会现在可能还不到1半的人来礼拜，还很害怕。很多教会的爱餐还不敢恢复。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的掌权的政府叫做罗马政府。这个罗马政府，他们可能以为他们可以永远管理统治这个世界。的确，在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国家、很多的人臣服在他们的威权下面，就像现在我们的对岸一样，
他们感觉上好像是得胜者，好像是世界的王一样。可是，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有许许多多像罗马政府这样的威权魔鬼，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得胜，而且这些在影响着我们信仰、我们的信心啊。牧师上个礼拜有讲，当我们迫害临到的时候，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很难选择继续坚持基督的信仰，因为考验真的很大。当信心受到考验的时候，人就会找许许多多的借口妥协，做出很多的转变，选择其他的路来走，停止跟随基督。所以停止跟随基督就是怎么样？离开教会。如果大家有注意一下，其实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已经很久没来教会，他们也没有到其他教会，他们甚至没在线上礼拜，他们已经离开教会。甚至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是用以世界的东西来代替这个信仰。世界的东西可能他很成功了，上帝很祝福他了，或者他有觉得有什么更比耶稣更重要的东西，他来代替他。启示录主要的作者主要就是写给当时在苦难当中很难选择的那些基督徒，或者是已经走偏的基督徒，鼓励他们要坚持走下去。启示录从14章开始1到5节就宣告，忠心跟随基督的人要得胜。那边有记载了有144000人，这个不是摩斯密码，这是一个数字，代表很多。牧师期待有一天我们都是那一位144000人的行列里面，我们一起在天上欢呼，跟了很多的长老，我们在唱新的歌，这是一个盼望的画面。可是接着14章8到9节，也说到一个审判的画面。当有一些人去拜兽，跟他像，他的头壳会有印记，手会有印记。就像我们基督信仰的人，我们有一个印记；但是你拜魔鬼的人，你也会有一个印记。经文说，他们会受到火跟硫磺的苦楚，这是审判的一个画面。牧师不晓得你相不相信，但是牧师相信。如果你相信圣经里面的祝福，你也要相信圣经里面的审判。天使发出恐怖的警告，这个时候教会跟世界的冲突越来越大，魔鬼跟基督的之间的张力也越来越大。信徒我们只能在基督跟世界里面做选择。当然，这些对上帝没有忠心的、三心两意的，将被审判。而且第一的那个审判是会到地狱里面，而且是永永远远。弟兄姐妹，警告是好还不好？当然在学校里面被记警告是不好啦。如果信仰被记警告是好的，警告代表上帝的怜悯，上帝还愿意给我们一个悔改的机会。神爱世人，透过基督将好消息传给我们。但是要跟随基督，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敬畏上帝啊！刚刚牧师有讲，外面的神，他们对他们的神明，他们也很敬畏，趴着跪着。我阿嬷一辈子敬畏她的神明，她早上吃斋，哦，一辈子，她这么敬畏。我们的信仰要从敬畏开始，因为敬畏的人，当你敬畏人，你待会你是全然献上。当敬畏的人，他的心会打开，上帝的光就会照到他的心里面，他会看到自己的不完全，他的软弱，以及他会看到上帝的救赎、上帝的赦免。当上帝赏赐他丰盛的恩典的时候，他会将这些恩典归给上帝啊。今天的经文14章。12节到13节，现在经文14章12节到13节，最重要的重点就是跟我们讲，敬畏上帝的人，他就有盼望啊！敬畏上帝的人，他就有盼望。
在任何的苦难当中要做出选择，要讲有信心。我们常讲，佑豪加油，很简单。但是佑豪可能讲，牧师，让我这个加油，我这个忍耐要到什么程度？对，我们这个忍耐到底要到什么程度？我们这个忍耐的驱动力到底从哪里来？罗马书8章24节到25节跟我们说，我们得救是在于盼望，可是看得见的盼望就不是盼望。谁还去盼望所看得见呢？但我们若盼望那看不见的，我们就要耐心等候。从保罗所写的这一段话，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忍耐是对上帝的盼望啊。我希望跟我盼望是不一样啊。我希望定信可以把他右边口袋里面的钱，等一下礼拜完之后拿给我。这是希望，但是盼望完全不一样。希望不一定会达成，但是盼望一定会达成。当我们的盼望是从上帝来的盼望就不一样啊。盼望的意思，在中文的意思是，好像一个人远远眺望远远的一个地方去看，那个是一个未来的时间。对未来的盼望，我们会带着什么？有喜乐，有欢喜啊。他牧师现在也很盼望，我10月23号晚上6点，我在松山机场搭的飞机，我要回金门去投票。我盼望。那个是未来的时间，我有一个盼望，那个盼望会驱动我一个喜乐，就好像圣经里面亚伯拉罕，他相信上帝允许他要成为多国之父，可是，在一般人的眼中觉得他不可能，他年纪已经老迈了，但是他却用未来的盼望怎么样？相信这个盼望启动，让我们相信，相信就让我们怎么有信心？当我们有信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产生忍耐，在忍耐的过程当中，我们又有喜乐，就盼望就会实现。可是这个过程当中，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靠上帝圣灵同在的力量，他在帮助我们。牧师讲一个例子，希望大家可以他会理解一下那个盼望。很多人都知道，一节牧师上个礼拜六。我受了潘杰的影响我也去参加一个1919公益路跑，6K 的路跑那因为20几年前我运动伤害，左边的膝盖有动过刀，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只要天气变化，我就当气象台那打篮球还可以，但是长时间的跑会不舒服。那平常大家也都知道，牧师大家都有早起健走的习惯，但是总是觉得不太够。这个心脏好像要多一点刺激，可能对身体会好一点然后就看到很多人现在在路跑我就想好就报名6K， 就给自己一个目标动力跑下去。这次的路跑是在新店碧潭，那因为是第一次跑路跑嘛一开始也是在前面没有，大概第2行内里面那人很多那主办单位有说因为我有2种，一种是10几 K， 我们是6K， 前10几 K 虽然是公益路跑，我看很多人都在抢跑前面，真的是在比赛。主办单位说我们这个6K 是公益路跑，大家慢慢跑不要跑太快不要争先恐后。哇！可是我这个好胜心还蛮强的一开始就冲，前3000公尺没有配好3000公尺我们折回的时候我已经快没力了。到4000公尺的时候，我想要放弃，但是我这次给我自己的一个目标就是怎么样？我不管再怎么样，我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也要跑完6000，就是这样子我也把6000跑完，不可以停下来用走。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考验。但是跑的过程当中，你们知道吗？我们不是3000绕回来嘛？其实都在同一个跑道，只是中间这样。我在跑的时候，我看到对面比我晚到的人已经有人已经在走了。然后本来排在我前面的人，也有人在走了。然后我看，当然也有几个小朋友冲过我你们可以感受那种氛围，就叫你可以不用跑了。那个氛围就叫说，你可以停下来了。
而且你停下来也没有人会怪你，也是正常的。我们的信仰不就是这样子吗？在我们的信仰的旅程当中，常常会有很多的引诱，要你去放弃，要你坚持这个信仰，不是吗？那我碰到跟潘杰一样的问题哈，我买了一双新球鞋，然后第一次参加路跑，怕鞋带掉了，所以绑得太紧了。那我想可能是热胀冷缩嘛，越跑怎么脚好痛哦，非常的不舒服。那时候我感觉整个人好像不是自己的了。但是终点有一个牌子，如果大家有看他牧师的 FB， 我在终点我说我那时候起跑就我到时候要来终点这边拍个照，他有一个6K 晚跑，那我想我至少在那边拍个照，然后传到 LINE 跟大家知道一下，我牧师有跑6K 啊，6K 所以这个牌子就好像牧师在跑回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的一个驱动力。那个6K 的牌子驱动的牧师怎么样？要忍耐，要坚持到底。这过程真的是很苦，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那个跑那个真的很苦啊？潘杰会不会很苦？只有潘杰点头，其他人可能没有。我建议大家那个也去跑一下大家去跑一下但是虽然很苦，但是因为我有那个盼望，我就一人跑着下去。很奇怪哦，5000过了，因为他每1000都会有个标志，然后有人这边加油，5000过了。可是还有1000公尺啊，我继续有盼望，我继续忍耐。忍耐的过程当中有艰难，也有什么？也有喜乐。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快到目的地了。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其实就好像在跑步一样。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喜乐。昨天看到，吴老长老、吴长老娘，也特别来谢谢牧师。我觉得他很开心，他带领了家族1代、2代、3代，现在第4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很多的信仰，大概带2代，有很多2代就没了。昨天在开小会的时候，我们有在看我们的有一些比较身体不好的长辈，我们看到他如果他过世了，大概他们的信仰就到这一代停止了。那有的第2代也不一定有信仰，但先离开了，离开教会。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信仰的传承很好的，他们过程当中很不容易。我也听说，立坚长老小时候，不是立坚长老小时候，你们小时候，博彦、以嘉、以轩小时候，听说立坚长老非常的凶悍，就是不管怎么你一定要去教会，一直逼，好像有这回事，是不是？一直逼。不管怎么样，其实我们就带着孩子，我跟志梅牧师也是，我们再怎么样，都带着孩子。有时在一般人来看说，真的觉得你很傻。也很困难，但是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这有那个盼望，有那个喜乐。对上帝永生的盼望，帮助我们在艰苦的困难当中，我们依靠上帝。我们依靠上帝，我们不3心2意，我们喜乐的往前跑。所以牧师可以跟大家讲我那一天真的有用跑的，跑到终点站。然后碰到熟悉的人要跟我讲话，其实我已经讲不出话来。他一跟我讲，我们拍个照，然后我赶快找个地方坐下来然后去领了那个参赛奖里面巧克力，我连续吃了2个巧克力，然后喝1瓶把它喝光了。弟兄姐妹，启示录里面有很多我们看不懂的经文，启示录也让现在很多人来预测现在的战争。现在的霸权是启示录所预言的，甚至启示录里面预言的7碗7印7号，这个龙是不是好像魔鬼？代表什么？但是启示录里面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不管如何的困难，这个世界不管如何的邪恶，羔羊一定得胜，耶稣一定得胜，
这件事你相信吗？基督徒的盼望就是要相信耶稣一定得胜，但是耶稣得胜这件事情也不一定要你来挂保证，因为他一定得胜。我们也没有能力去来证明上帝是不是真是假的，上帝会不会得胜。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就是，我们不管怎么样，我要相信耶稣一定会得胜。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他已经胜过了这些苦难。但是关键里面，我们要依靠的是耶稣啊！如果你依靠的是世界，你不会胜过的啊！当我们敬畏上帝，我们忠心跟随上帝，不是上帝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相爱，长存永生的盼望。如果这样，我们就在为此时此刻你的生活当中，你一定会经历那14万4千的圣徒在天上唱新歌啊，会有很多的极大的平安跟喜乐在你心里面啊，所以我们不用去害怕。其实跟牧师对话的人，我常会跟他讲说，我们今天吃了这碗饭，对了对话之后，明天我们不一定会再对话。因为没有人知道你明天还会不会再，但是我们有这个永生的一个盼望啊，这个盼望。昨天的婚礼，其实大家都非常的感动。昨天钟汉的父母亲啊，他的阿姨外婆，以及他那些表舅、表婶，还有他的朋友，很多都是第一次来教会。这个对于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基督徒的孩子，他没办法想象，有人第一次去教会。我跟志梅牧师30几岁去教会的时候，那时候也是第一次，之前从来没有人找我们去教会，我们根本也不想进教会门，因为我是拜拜的，我也不想进教会。昨天那么多人第一次来到教会，他感受到教会整个同心合一，我们不分彼此，为了这样的盛会在努力。从我们的招待，我们的圣歌队，从我们的乐团，从我们表现出来的喜悦，我们这样信仰的展现，真的深深的感受感染了他们。昨天我也是第一次吃那么多婚宴，跟志梅牧师碰到的那一周，他们有好多的问题在问我们。他们当中就说，钟汉一定会信耶稣的啦。你阿姑讲的哦，你的表舅那个阿姑讲的哈，你们的阿舅那个舅舅他们讲的，哦，这个不就是我们基督徒很大的一个盼望吗？弟兄姐妹，接下来我们要坚定的依靠神，我们来唱这首回应诗，来回应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要坚定的来跟随他。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回应诗。耶稣基督，圣洁美丽，无人能及。是我灵魂苏醒，患难中我能刚强站立。你的爱是我重新的力，黑暗中是我生命再次绚丽。我心坚定于你，眼目专注于你，风浪之中有你同行，不畏惧。我心坚定于你，我灵降服于你，
怀中平静安稳，我必得安息。弟兄姐妹，牧师不晓得你现在心里面有没有怕什么？你怕你的工作吗？你怕你的家庭？你怕你钱不够用？你怕很多的人际关系？牧师不知道你现在有什么害怕的。求主帮助我们，将我们的心交托全然给耶稣。耶稣说：“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上帝会帮助你的。”我们不要依靠这个世界上你所看得到的东西。纵然我们肉体上面有一些的病痛，刚刚牧师看到一个很棒的一个画面。刚在1楼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老迈的一个姐妹，她的身体非常非常的不舒服。我们看到将近10来位的长辈们，我们同心围着，为她来祷告，为她来祝福，我们来帮助她，来兼顾她。弟兄姐妹，我们要怕的是我们没有跟随基督啊！我们怕的是我们没有敬畏上帝。我们怕的是我们没办法在那14万4千圣徒的行列当中，几十年以后、几百年以后，我们都不会在这边了。我们都会在荣耀的圣殿里面一同的敬拜。求神帮助我们从此时此刻活出基督的盼望，得胜的盼望，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做光做盐，让人看出你是耶稣的门徒。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那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诗歌，大家。主，求你使用我，主差遣我，使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将那受压制的自由。大声说，大步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每天走回家，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哦哦哦哦哦哦，我哦我哦我哦哦，我哦我哦我哦哦，我哦我哦哦，我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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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哦哦，大声说嘿，大步走，嘿，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每家嘿，走回家嘿，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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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哈利路亚。华语礼拜到这边结束，那请大家互相交流。